你可能會發現呢兩張圖畫出嚟嘅效果好接近。其實呢，正正就係我哋做工程嘅方式。我哋唔係隨意畫，而係跟足尺寸、比例同實際施工條件去設計。所以就算用唔同角度、唔同資料去畫，出嚟嘅效果都會一致、清晰。客人可以更容易想像將來完成之後嘅樣。有時你會見到兩張圖好似差唔多，但呢個唔係重複，係因為我哋每一張圖都係根據同一套實際做法去畫，唔係靚圖先算，係畫得出、做得到。呢個先係我哋最重視嘅地方。設計同施工係同一條線，畫圖唔只係睇，係為咗真真正正落地做。每一張圖背後都係實際施工經驗。